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賠率賽馬貼士第53個賽日，3月11日星期三，跑馬地 C+3 嘅賽道，賽事係9場，開跑時間係1840。以下嘅圖表係近10次賽馬日非佔比嘅參考資料。第一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0號謙謙君子標籤直博佔比 15.12。第二匹3號鼓浪高升標籤古惑佔比 12.96。第二場最高非佔比馬匹2號星運笑着佔比 20.84。第二匹9號爆竹佔比 13.55。第三場最高非佔比馬匹5號奮鬥輝煌佔比 16.09。第二匹2號紫荊歡呼佔比 10.94。第四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0號時間寶標籤實力佔比21。第二匹7號隨緣得勝標籤高基佔比 11.87。第五場最高非佔比馬匹3號天外迎天標籤實力佔比 22.6。第二匹5號荒唐武士佔比 11.79。第六場最高非佔比馬匹4號棒棒糖佔比 12.95。第二匹8號開心樂園佔比 12.95。第七場最高非佔比馬匹7號紅前道標籤馬膽佔比 15.16。第二匹5號千杯不醉標籤實力佔比 11.86。第八場最高非佔比馬匹7號太太精神標籤高基佔比 24.4。第二匹9號喵喵怪標籤高基佔比 16.78。第九場最高非佔比馬匹11號中國心標籤馬膽佔比 28.28。第二匹9號安帝佔比 10.1。前10最高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0號謙謙君子，第二場2號星運笑着，9號爆竹，第三場5號奮鬥輝煌，第四場10號時間寶，第五場3號天外迎天，第七場7號紅前道，第八場7號太太精神，9號喵喵怪，第九場11號中國心。以下嘅環節係今日最低非佔比嘅20匹馬匹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以上最高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0號謙謙君子，第二場9號爆竹，第三場4號康昌之星，第四場7號隨緣得勝，10號時間寶，第五場5號荒唐武士，10號佛亮老窩，第六場8號開心樂園，第七場5號千杯不醉，6號天天有福，第七場12號標誌。異常冷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7號機械騎士，第二場11號精益大師，第四場11號滿樂城，第五場8號八進福星，
第7場9號閃電升福，第8場1號好好戀愛，3號阿基拉，5號精彩福星，第9場4號馬魯，7號不同世界，機械博覽區第1場6號黃金盒，7號機械騎士，1號風采人生，第2場11號精益大師，10號前衛火影，3號川河營區，第3場6號追風，9號大數據，7號極速滿貫，第4場11號滿樂城，12號試跑得，2號鬆啲，第5場7號仍然威風，8號發盡福星，1號安康萬里，第6場10號同喜，9號有你有我，6號上船，第7場8號開心旺財，11號解碼，9號閃電升福，第8場2號傑出漢子，8號長勝隊長，6號勁進飛凡，第9場2號英進飛區，7號不同世界，4號馬魯機械人戰略特別馬膽區第9場11號中國心，第7場7號紅前道，第8場9號喵喵怪精選嘅單棍區第8場9號喵喵怪，1號好好戀愛，第3場4號康昌之星，11號起碼，第4場10號時間寶，4號活力精神，2串3嘅過關區第1場9號銀亮豪俠拖，4號獵寶勤，6號黃金盒，第5場4號超眼光拖，7號仍然威風，8號發盡福星，特別行動主力心水第9場11號中國心拖，2號英進飛區，7號不同世界，1號銀進，1拖2嘅重心區第7場2號北地烈馬拖，7號紅前道，5號千杯不醉，第6場3號中環精英拖，1號維港激流，10號紅喜，1拖3嘅進取區第5場3號天外迎天拖，7號仍然威風，2號寶進，5號荒唐無事，第4場10號時間寶拖，8號寶城智星，11號滿樂城，12號試跑得，1拖3嘅博爆區第7場7號紅前道拖，8號開心旺財，11號解碼，9號閃電升福，第1場10號謙謙君子拖，9號銀亮豪俠，6號黃金盒，7號機械騎士。唉，開心嘅時間真係過得快。今日嘅賽馬貼士已經到咗尾聲啦，麻煩大家幫忙訂閱啦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可以馬上通知你啦。咁就係對我哋嘅最大支持啦。如果未訂閱我哋嘅朋友仔呢，可以喺 YouTube 搜尋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噶啦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咁麻煩點讚同埋分享俾你嘅馬迷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嘅收睇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。
拜拜。